喺講咧呢個新嘅單元之前咧，先嚟重溫一下一啲以往一啲乘法嘅概念先啦。睇一睇呢一度，呢一度咧排咗咧，你當係朱古力啦。呢度咧每一行咧有7粒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粒。呢度有1個7、2個7、3個7、4個7，總共有4個7。呢度共有朱古力多少粒啊？如果我哋用加式去表示嘅話，我哋可以用連加法，寫為7加7加7加7等於28。如果我哋用文字或者用口講出嚟呢一條連加法嘅式嘅話咧，我哋就會話4個7嘅和是28。咁當然啦，你都知道啦，連加法除咗我哋可以用加號去表示之外，亦都可以用乘數去表示。要表示呢一個數嘅話，我哋就會將重複嘅數字喺呢一度嚟講係7寫為被乘數。出現嘅次數即係出現了4次，寫成為乘數，寫返即28。用文字去表示嘅話，就即係7的4倍是28。提多你一睇，乘數裡面有3個咧嘅名稱你要好注意嘅喎。7乘4等於28。前面呢個係被乘數，呢個係乘數，而呢個係積。呢個係講緊重複出現嘅數字。